來看6天前哦，屏東的德天鄉發生一件土地糾紛，有一個姓蕭的查甫人甲警察發生衝突哦。結果，這個姓蕭的查甫人去跋倒弄到頭，變做植物人。家屬是告警察，嘛要求屏東縣的警察局得愛賠償。也毋過，伊2審家屬是攏輸，即馬家屬是表示講，因會閣繼續上訴。然後被發現以後，你又改變另外一種說法，然後呢，你又拿了偽造的醫院的急診病歷。無奈表達法律無公平，和警察發生衝突的當事人兄哥認為警方前後提出的資料和影像攏有出入，嘛質疑警察壓制時，地主小弟弄到頭變植物人，終審判隨未講話。家屬向姓王的警察和屏東縣警察局提出告訴，要求賠償1700多萬。經過6年，頂個月高雄分院判決出來，一二審家屬攏各輸。這一邊是我們的，那邊是他們的，有分管。我弟弟說這是我的土地，我為什麼要離開？那警察就一直罵你，憑什麼在這裡？你還說這個土地是你的耶？就不相信我弟弟的話，就一直推。拿刀子要攻擊我老婆啊！他要叫我叔叔哎，他就不聽，一拳就打警察。會發生這件衝突，主要是姓蕭的查甫人和阿姐有土地糾紛，兩戶住小隔壁。2020年10月，姓蕭的查甫人佇門埕大細聲，阿姐通報警察到場，結果佮和姓王的警察發生身體衝突。警察這邊表示，姓蕭的查甫人有攻擊警察的頭和頷頸，過程中蕭先生去跋倒弄到頭。家屬講，警方第一時間無甲人送病院，害伊昏迷開腦，最後變做植物人。家屬完全無法度接受。案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上訴駁回。警方強調，當時是姓蕭的查甫人情緒失控，燒酒的過程才做伙跋倒，有通報救護車，毋過當時病醫講是輕微頭殼外傷，當事人嘛拒絕去觀察就轉去啊。法院勘驗監視器甲閉錄器會面了，認為警方這個過程攏有符合規定，判家屬警察傷害甲國家賠償攏各輸，毋過案件閣會當上訴。記者柯秉哲屏東報道。